破刀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一集第一条，出来甲伊念落去，看伊会哀未，用力把它捏下去，看他会不会叫。下面四字，第一字读做念，念香的念，嘛会使读做捏，倒顶捏感的捏。第二字读做liàm，第三字读做liàm，liàm餐迄个liàm。第四字读做liàm，这字是一个姓。第二条，你莫用指甲共人动会痛呢，你不要用指甲掐别人会痛呢。下面四字，第一字读做tang，第二字读做tang，第三字读做tang，坚冻的冻。第四字读做栋，栋仔的栋，一栋厝两栋厝的栋。第三条，你若去甲人割稻啊，一工拢会食五顿。你若去跟人家割稻，一天总共会吃五餐。下面四字，第一字读做割，动干戈的戈。第二字读做割，第三字读做割，搁再来割。第四字读做割一空的割，鸽子窝嘛哈。第四条，赶紧把你的喙䫌过过嘞，赶快把你的脸擦拭一下。下面四字，第一字读做掛，喊掛掛的掛。第二字讀做過，嘛會使讀做過，嘛會使讀做客。第三字掛，包掛的掛。第四字規，規矩的規。第五條，Kha-tsiah-phiann上手拔袂到，背脊癢，用手抓不到。下面四字，第一字讀做拔，拔柑仔的拔，目睭拔開的拔。第二字拔，拔冷船也是拔漿的拔。第三字拔，囡仔學拔做到拔迄個拔。第四字讀做拍，一拍火，兩拍火的拍。好，感謝各位。